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被美国政府指控在维吾尔大屠杀中扮演积极角色的所谓新疆建设兵团，近10年在东突厥斯坦建立了11座城市和63个市场。一直密切关注东突厥斯坦局势的人员分析表示，这表明中共的半武装半生产性组织正在东突厥斯坦迅速扩张，牢固所侵占的东突厥斯坦领土。大纪元10月2日报道，在消失了2年以后，韩国再次出现了中国人走私的人肉胶囊进入韩国的事件。舆论认为，这不仅破坏人伦，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所谓人肉胶囊，就是将死去的胎儿制成胶囊，然后走私贩卖。因有人相信胎儿有大补功效，所以供需都有市场。为了了解事情真相，韩国电视台随后前往中国暗访调查，并拍下了中国医院方面与黑市人员勾结、贩卖胎儿尸体以及把其制成胶囊的部分过程，在媒体上曝了光。这种人肉胶囊被描绘成是一种滋补的良药，在中国黑市贩卖，将暗中带到韩国，以高价出售。人肉胶囊不仅存在破坏人伦问题，同时还存在严重的安全健康问题。今年的10月1日国丧日是中共窃政的73周年，全球海外华人在多国举行了国丧日抗议中共的集会、游行活动，希望唤醒更多的中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面目，冲破谎言，早日将其解体。中共从1949年窃取政权以来，在73年里不停地发动各种政治斗争，造成了人间惨剧，包括3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6·4镇压学生，以及破坏法轮功、破坏维吾尔人、香港民主运动到如今的中共病毒风控清零政策，至少有800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给上千万的中国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旧金山，有维吾尔人、藏人、港人等数百名来自多个族裔的人士聚集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了国丧日抗议中共的集会活动，表达自己的诉求，期盼早日解体中共。这次集会也得到了过往行人的响应，路过的车辆鸣笛声不断，还有司机摇下车窗，立起了大拇指，表示了对此次抗议行动的支持和敬佩。10月3日，美国上百名共和党议员鉴于对国家安全的隐患，要求白宫调查中国公司购买美国农场的交易。在10月3日公开的信件中，美国众议院100多名共和党议员要求国会问责办公室启动调查，评估外国公司购买美国农场对国家安全、贸易和粮食的安全影响。信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公司在北达科他州空军基地附近购买的370英亩农田一事。分析人士和立法者担心，中共正在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扩大所持有的美国土地。美国国会5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在农业设备、动植物育种等方面早已成为中共窃取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目标。科信巨头公司谷歌正式将旗下的谷歌翻译退出了中国市场。从10月1日起，中国数以千万的用户无法使用谷歌翻译。谷歌搜寻引擎自从2010年退出了中国市场后，2014年5月31日，中国完全封锁了谷歌搜寻服务。有分析人士认为，谷歌翻译是仅存的服务之一。随着谷歌翻译的下架，标志着谷歌进一步撤出了中国市场，也是中美在科技和文化、教育领域脱钩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从侧面反映中共进一步走向了闭关锁门的趋势，然而还在加速之中。